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哋今日嘅 AI 普及課程。今天係單元2嘅第6課，主題叫做同 AI 高效對話。呢堂課我哋會帶大家學識點同 AI 聊天，讓佢成為生活中嘅好幫手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哋今日嘅 AI 普及課程。今天係單元2嘅第6課，主題叫做同 AI 高效對話。呢堂課我哋會帶大家學識點同 AI 聊天，讓佢成為生活中嘅好幫手。請大家記住這句口訣，我哋可以把將曬成一位非常熱心，但冇辦法明白你心思嘅新管家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同管家說幫我買水果，咁他可能會買返你不中意食嘅芭樂，或者買得太貴太酸。但如果你同佢講，咁佢就可以成功完成任務。同 AI 對話都係一樣嘅道理，你俾出嘅指示越具體，他俾你嘅幫助就越精準。我哋來睇呢兩個實例對比。如果我哋直接話幫我規劃旅遊， AI 就只能夠亂估，俾出一個很寬泛，唔一定適合你嘅行程。但如果我哋換個方式，同佢講，請幫我規劃一個3天2夜嘅花蓮行程，台北出發預算1萬元，喜歡自然風景， AI 就即刻可以幫你考慮到車程預算，仲有你中意睇風景嘅偏好，排出一份最適合你嘅計劃。呢個就係具體提問嘅力量。要讓 AI 給出理想的回答，有4個關鍵要素。第一要素就是越清楚你是誰，也就是給 AI 設定一個角色。如果你希望他幫你排行程，你可以先跟他約，請你扮演一位親切專業的在地導遊。如果你想請教飲食問題，你可以約，請你扮演一位經驗豐富的營養師。只要給他指派一個角色，他的思維模式和回答口吻就會立刻變得專精又貼心哦。第二個重點係講清楚你想要啲乜，即係明確任務嘅目標，唔好俾 AI 估你諗緊咩。如果你想寫信，就直接講幫我寫條祝侄仔結婚嘅短信。如果你想出去行下，就話幫我安排星期6下晝2點到5點嘅散步路線。如果你有嘢唔明就講，解釋下手機備份係乜嘢。目標越清楚，AI 做起嘢就愉快。第3個要素就係講清楚呢段嘢係俾邊個睇，因為面對唔同嘅人，講嘢嘅語氣同用字都會完全唔一樣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想 AI 幫你寫段話俾孫仔，可以咁要求，語氣活潑溫暖，多用啲年輕人講嘅說話。但如果係寫信俾村長或者政府部門反映問題，就要講語氣要有禮，正式客氣，咁樣出到嚟嘅文字先會夠貼切。第4個要素非常重要，就係加入限制條件。運用好呢個要素，可以幫你慳返好多冇必要嘅麻煩。舉個例子，你可以講字數控制喺200字以內，咁 AI 就唔會長篇大論。亦都可以加入生活上嘅要求，好似我唔食辣腿腳唔係幾好，唔想行太多路，希望可以搭巴士直達。將呢啲限制條件一齊講埋， AI 出嘅結果就會完全符合你實際需要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諗，要記咁多嘢，萬一漏講咗點算？大家放輕鬆， AI 唔係考官，係永遠唔會發脾氣、唔嫌你煩嘅助手。就算第一次講得唔夠齊都唔緊要，直接補充要求就得。好似同朋友傾偈，諗到乜補充乜，慢慢嚟，大膽嘗試。跟住落嚟進入第2部分，令 AI 越傾越明白你。多輪對話。咩係多輪對話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唔使一開始將所有要求一次講齊，我哋可以一問一答，逐步引導 AI。多輪對話最大嘅優點在於 AI 有記憶力，同一個對話視窗入面 AI 會記低你之前講嘅內容，唔使每次重新講背景。不過有個細節大家要留意，如果你撳開啟新對話， AI 就會忘晒之前所有內容，所以如果係傾同一件事，記得繼續留喺同一個視窗傾。多輪對話第一種用法叫做逐步縮細範圍，好似我哋揾餐廳咁，第一次問幫我推介台北嘅美食， AI 就會彈一大堆選擇出嚟，跟住你可以再補充第2句，我淨係要西門町附近嘅， AI 就會將範圍縮細，之後你再講第3句，我唔食牛肉，想食有熱湯嘅麵，最後 AI 就會精準推介幾間適合你口味嘅湯麵店。呢個就係一步步引導嘅過程。多輪對話仲有2種常用方法，第2種係追問細節。如果 AI 推介咗一個景點，你覺得有興趣，可以直接追問，話我知呢個景點搭巴士點樣去，門票幾多錢。第3種叫做修正方向。如果 AI 寫出嚟嘅文字太長又太正式，你可以同佢講，寫得太長啦，幫我縮短少少。
再加多啲可愛嘅貼圖或者表情符號，AI 就會即刻幫你修改，直到你滿意為止。大家學識咗基本概念，係唔係好想即刻試下？咁我哋就嚟到第三部分，直接介紹5大萬用模板俾大家，唔使自己諗盡頭腦，你淨係好似做填充題咁，將中括號入面嘅文字換成自己需要嘅內容，就可以輕易問到一條好清晰嘅問題。第一個模板就係寫郵件或者祝福信息，公式係幫我寫一封類型俾收件人，目的語氣要語氣，重點要包括1、2、3。舉個例子，就嚟過年想發信息俾老朋友，我哋就可以同 AI 講，幫我寫一條問候短信俾高中同學，目的係祝佢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語氣要溫馨親切。一陣間晒就幫你寫妥。第二個模板係規劃出遊行程，公式係幫我規劃日數地點嘅行程，由出發地出發，預算金額中意起好，唔中意限制。無論係想同老伴去淡水1日遊，定係同屋企人去台南2日1夜，直接將地點預算起好填落去，行程表就會自動幫你規劃好。第三個模板特別實用，叫做用大白話解釋新知識。如果有時睇新聞或者聽年輕人講啲新詞唔明白，你可以咁樣講，請用最簡單嘅方法解釋新概念。我唔識專業術語，盡量多用生活例子。例如你可以問，用相簿做比喻解釋下咩係雲端備份， AI 就會用好貼地嘅比喻，令你一聽就明白。第4同第5個模板都好貼近日常生活。模板4係幫手做決定，遇到兩樣嘢揀唔落手嘅時候，可以咁問，而家要揀智慧手環定智慧手錶？我平時只係想睇步數，幫我分析下兩樣嘅優點同缺點。模板5就係整理資料，收到一大段通知或者文章，可以直接貼俾 AI， 幫我將呢段文字整理成3個重點，逐點講清楚，睇起上嚟就輕鬆好多。運用呢5個模板淨係需要簡單3步。第一步，複製或者跟住輸入模板嘅句子。第二步，將中括號入面嘅文字換成你今日真正想要嘅嘢。第三步，撳發送，就係咁簡單，高質素嘅答案即刻出到嚟。今日睇完課程之後，大家可以揀一個自己最中意嘅模板，隨便問AI一條問題，唔好驚撳錯字，科技係用嚟幫我哋嘅。大膽行出第一步，你會發現，AI係你生活入面最貼心、最醒目嘅好幫手。我哋今日嘅課程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